創造美好環境由家居開始。大家好，我姓林 ，Vicky， 公司係 iHome Design Limited， 專業係室內設計同埋生活品味嘅改善。我入行30幾年，專業係家居裝修同埋家居嘅生活配套，主要係幫一啲客戶改善生活環境嘅空間，同埋改善佢哋嘅健康。而我哋公司係用我哋嘅專業知識，由油漆、家私、家用水，以至到其他裝修嘅用料配套，都以一個健康為主。重點係我哋除咗客戶改善屋企嘅環境，亦都會注意到每個客戶身體嘅健康為主要我哋嘅理念。主要客戶係一啲需要健康家居環境，大家就可以揾我哋傾下。歡迎大家隨時光臨我哋。